機場交織不同嘅旅程，刻畫段段小故事。你知唔知 RAC 係乜嘢？機場租機控制中心。我哋要做嘅就係協調唔同嘅部門去處理機場嘅突發事。哇！你呢啲情場老手出嚟問我意見咁奇怪，真係老手嘅就唔會約到今日先約到食飯啦。不同崗位，上下一心，用心同行，致力為旅客提供更舒適同高效嘅服務。你唔使擔心㗎，因為我哋香港機場嘅同事咧已經做好晒準備，一定會令我哋咧安全降落。機場無小事，無論任何情況，只要喺機場發生，一樣積極解決。得你一個喺度玩嘅，爸爸媽媽咧睇實佢啊，順便通知埋機場警方，睇下冇人報案唔見咗個小朋友。天蝎改變移動路徑，預計會直接吹襲香港。半個鐘頭之後會正式改掛8號風球。馬上開颱風會議。非常日誌，星期1至5，星河頻道。